各位老細精神，今日同大家整翻道經典嘅菜式，已經係有一定嘅年份噶啦。好唔好食試過先知道，就算係攞翻殼汁嚟撈飯都可以食翻2碗嘅。呢道菜呢，雖然係好食，但係好多門店呢已經係停產噶啦，因為佢製作嘅工藝啊非常之複雜。選用嘅呢就係呢款麻鴨咯，我哋講嘅就係雍江鴨。而家呢先向背脊嗰度切開佢，將個鴨頭呢屈翻落個肚嗰度。呢款麻鴨呢，佢養殖嘅時間呢就係90日嘅啫。咁呢作為醉鴨嚟講，無論係口感，因為肉質方面呢都係啱啱好嘅。喺嗰個鴨尾上面嗰2粒粉刺呢就要切出嚟啦。如果唔係你放埋一齊煮嘅話呢，佢就會有一陣嘅臭餿味，所以呢就要切出嚟啦。而家嚟睇下。所有嘅香料作為醉鴨呢，全部擺喺度啦。其中有一個呢就係黃酒。一陣呢喺視頻嘅後邊呢，我以攞文字嘅方式嚟同大家分享噶。跟住落嚟開始表演啦。先嚟炒個糖色先，咁樣做出嚟醉鴨啲顏色呢就會靚身啲。如果淨係落啲老抽同豉油呢，咁就冇咁好睇啦。炒呢個糖色呢就唔可以心急嘅。燒開咗之後呢，慢慢落細火，熬到佢上色咗之後呢，再加翻水落去煮一煮，咁就得啦。就平時我哋燜扣肉啊、紅燒肉啊或者其他燜菜都可以用嘅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呢步呢，就將啲鴨呢上一上色，放翻少少水落個鑊，加翻啲呢個生抽啊，老抽呢就太黑啦，所以攞生抽就可以啦。睇到佢表面嗰個皮收緊啦、定型嘅時候呢，就可以將佢倒翻出嚟啦。如果係大批量做嘅話呢，我哋就起個油鑊，用油嚟炸佢。但係呢，自己屋企做或者係少量嘅話呢，可以放落鑊嗰度，燒紅個鑊，輕輕咁煎到佢表面起色為止。煎到嗰啲鴨皮呢開始滲油嘅時候呢，佢就開始上色啦。就好似平時我哋做碌鵝咁。慢慢咁煎佢，成個過程呢係需要一定嘅時間嘅，所以而家好多酒店呢都唔做呢道菜啦，因為佢時間又長，一個係麻煩。但係有啲婚宴上面呢都仲會有啲食客專門去點呢道菜嘅，因為佢有佢嘅特色。做嘅時候呢，先將啲料頭放落鑊嗰度爆香咗佢先，然後呢再放鴨落去，慢慢咁燜佢。燜嘅時候呢，水可以放多啲，因為佢時間比較長。調味呢，加翻少生抽、蠔油、鹽咁就可以啦。因為糖色入邊呢已經係有甜味啦，就唔需要另外加糖啦。燒滾咗之後呢，收翻細火燜佢120分鐘。醉鴨本身嘅特色呢，就係一定要夠腍身，所以燜嘅時間呢就會比較長啦。時間到。咁呢，而家我哋撈翻出嚟，將啲香料呢隔一隔佢，輕輕咁收汁，再淋翻上去，咁就搞掂啦。呢道菜呢，正確嘅食法呢就係攞手嚟撕佢，千祈冇攞刀嚟斬喎，咁樣先係正確嘅食用方法。相傳晚唐時期留低嘅名菜，並非浪得虛名，就係呢一道雍江醉鴨啦。有中意嘅朋友不妨試一試。这道就是拥有1000年历史的名菜雍江醉鸭。只有吃过了才知道。